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有同學問我塔羅牌係咪可以睇到前世？以我嘅經驗，當你問一啲例如感情問題當中，如果牌陣入邊超過一半以上係屬於塔羅22張或者奧修塔羅23張嘅主牌，大家如果有學過塔羅牌，都會知道主牌係代表無法控制嘅人或事、心理、信念、價值觀、影響深遠同長期、內在心靈等等。以上聽落去係咪有啲難理解？即係代表乜嘢呢？頭先講過，如果感情問題遇到主牌佔得比較多，代表兩人嘅關係好多時會長期影響嘅喎。好多唔合理嘅事情，例如一方付出好多，或者關係有好多障礙，根本唔應該發展，但唔知點解好執着唔肯放低，又或者長期離離合合，甚至啲問題不斷咁重複。呢種情況嚟自兩個嘅主要原因，第一就係原生家庭帶嚟嘅影響，第二其實就係前世業力。如果一個人嘅成長環境即係父母同家庭帶嚟好多創傷，感情同婚姻關係都好容易出現問題，呢啲都係個人無法控制嘅，所以源頭就係前世業力啦。所以塔羅牌可以透過主牌間接咁反映前世嘅影響，否則嘅話用靈擺加圖表都可以睇到一部分前世嘅資料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我會繼續講前世呢個話題，記住追蹤我 Manny，下堂見。